全国排球联赛，南投五育高中的排球队摕到第3名，才成立着5年，就摕到这么好的成绩，实在真无简单。 南投市五育高中排球队进前参加全国高中排球1级联赛，摕到全国第3名。排球队成军5年，过一摆摕到好成绩，和老师和学生拢真欢喜。我们五育高中的排球队，从106年开始成军，这5年时间表现相当的亮眼。五育高中排球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南投县各地原住民，虽望人矮卡卡低，不过因拢用志气伫咧拼关节。 他们的奋战精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不管是在于弹跳力，都会给予热烈的掌声。这摆摕到第3名，队员拢真欢喜。虽然无摕到冠军，感觉真可惜，不过大家互相鼓励，希望明年会当把冠军摕回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